歡迎來到1分鐘了解。今天我們帶你走進香港的 Web3 生態發展，你知道嗎？ Web3 正在重塑我們的互聯網體驗，而香港正憑借獨特的地理和政策優勢，成為 Web3 生態的熱門之地。這裏有健全的金融體系，更有充滿活力的創業環境，為 Web3 發展提供了沃土。香港特區政府開始積極支持創新科技的，專門推出了香港數字資產戰略，目標很明確，就是要把香港打造成全球區塊鏈和數字經濟中心。你看 Web3 嘉年華在過去4年都在香港舉辦，國內外企業紛紛參與。加密貨幣 Web3 和元宇宙更是帶來了全新的藝術和商業機會。當然規範發展很重要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監會不斷加強法律框架，提升行業透明度，保護投資者權益，同時嚴格遵從反洗錢和反恐融資要求，甚至還有穩定幣條例限制交易，讓整個生態更健康。現在去中心化金融發展得特別快，香港政府支持的良好環境，讓初創公司更容易創新，也吸引了不少國際投資者目光。可以說，香港的 Web3 生態正在快速發展，人才培養和國際合作也在不斷促進這個行業的未來。想深入了解香港 Web3 的更多機遇嗎？快來報名我們加密資產學院的課程，一起探索 Web3 世界的無限可能。